中山買樓邊度好？提前帶你摸一摸啊 ！Hello， 大家好啊，我係阿豪啊。咁今期呢，我哋過到嚟石岐經濟總部呢邊睇一個舊年10月份啱收樓嘅樓盤啊。咁佢就係華發學府1號啦。咁華發呢個發展商呢，好多朋友都知㗎啦，就係珠海嘅國資委嚟嘅。咁佢曾經從事過住宅項目啦、文旅項目啦、商業項目同埋一啲城市建設嘅項目啦。咁品質呢就唔需要多講啦，個人都知㗎啦，亦都睇喺眼內。咁佢華發喺中山呢，亦都有幾個項目做咗㗎啦。咁華發學府1號呢，就係石岐經濟總部嘅第2個項目啦。第一個項目係華發首府。咁我哋再講返呢個區位啦，石岐經濟總部呢個區位，除咗配套之外咧，書包資源都非常之豐富嘅。咁出行啊、生活啊，亦都好便利。我哋呢邊咧會有18號線地鐵口出入口雙出入口啊，而且仲有一條佛山嘅地鐵線，呢邊亦都係會有出入口。我哋而家可以睇到咧，龍湖香山頌啊、陰陽御神啊、綠城江山和明啊，呢啲4代宅都喺呢度起到㗎。前邊呢塊吉地咧就馬上起一座酒店式嘅樓宇，咁綜合體咧就非常之足㗎啦。咁我哋再講返華發學府呢個項目啦，咁佢當期咧可以講市面上冇任何一個競爭對手啊，因為佢可以做到實用率達到100%。咁其中咧，一共有3個戶型，99方嘅4房，117方嘅5房，同埋139方嘅5房。咁總共呢個小區咧就有6座樓宇組成嘅，其中咧2座17層高嘅小高層啦，4座33層高嘅高層。咁佢整體嘅小區嘅面貌咧，亦都係非常之 OK 嘅，全部都接近新加坡風嘅一個園林。咁佢嘅購買群體咧，亦都喺白領啊、公職人員或者教職工等等呢啲咁樣嘅高端性嘅層次嘅人群。咁下邊咧，我哋跟住我哋鏡頭入去望一下。入嚟小區咧，我哋首先會睇到水景入門建材啊。咁成個小區咧都係採用咗新加坡風嘅一個園林設計，同埋咧我哋成個小區係抬高咗1層嘅。而家我哋呢個高度咧，等同於係2樓嘅高度。咁佢小區樓宇嘅設計咧，分前後2排，每一排都有3座嘅。咁整體嘅樓間距咧可以去到7到80米㗎。咁我哋可以入嚟再睇下呢啲園林嘅設計啦。咁好似架空式嘅休閒會所啦，同埋一啲戶外嘅空間嘅展示活動空間咧，都係非常之好嘅。同埋佢整體嘅呢個綠化率咧，可以達到48%㗎。咁所以嗰個綠化率亦都係非常之高。我哋可以跟住腳步再入嚟咧，可以睇到每個園林嘅區間咧，嗰啲位置咧，設計理念都係唔一樣嘅，係非常之舒適嘅一個園林環境。咁今日我哋睇嘅咧就係117方嘅5房呢個戶型，樓層咧中間深樓層，大嘅開發商嘅裝修，一日都未住過嘅。咁下邊我哋即時上去睇樓。呢套咧就電梯中間樓層16樓嘅2梯4戶前邊2戶咧就99方，後邊2戶係117方嘅。咁呢個單位咧就係4+1 5房嘅戶型，前後都雙陽台，南北對流啊。我哋首先出嚟睇下呢個陽台南向嘅視野，你睇下全部都係城市嘅景觀，可以睇到我哋其他嘅4代宅，呢個視野係唔係好正呢？再加埋呢個7米長嘅主陽台咁如果你話中意風窗嘅朋友咧，可以就選擇風窗，因為呢個戶型咧5房並唔係咁多嘅人能夠接受得到嘅，用唔到咁多房間噶嘛。咁所以我哋示範單位當時期咧係將呢間房咧做咗客廳嘅。咁整體咧成個客廳咧就好闊落。咁其實4房一般家庭都已經夠晒用噶啦，係咪？如果係將呢間房
駁咗佢，你而家可以發揮下想像空間，因為而家示範單位我哋已經睇唔到啦，係咪？咁所以呢個空間係非常之開闊。咁呢邊咧就係餐廳位啦，咁餐廳就都係平常嘅大細，6到8人嘅圓台係冇問題。咁廚房位咧，佢就做咗個 U 型廚房。咁其實我亦都覺得呢個廚房嘅空間感咧亦都 OK。呢度係雙門冰箱嘅位啦，係咪？再過返嚟後陽台，呢個後陽台舒服咯，巴閉咯，視野非常之開闊，基本上可以講係冇遮擋嘅，而且下邊呢個就係我哋嘅重點高中僑中。咁平時喺呢度睇住我哋呢啲學有所成嘅子弟喺操場上邊去玩啊，聽下佢哋呢啲激情澎湃嘅呢啲口號啊，亦都心情都好舒暢，係咪？再過返嚟我哋睇下房間呢邊。咁呢邊咧就會有2個房間咧係朝北嘅，呢個係其中一個。咁整體其實我哋嘅裝修咧都同基本上其他重建嘅裝修都冇咩區別㗎啦。咁呢個咧就係主人房嘅位，咁主人房而家窗邊望出去嘅景觀亦都係好開揚啊，城市景就等同於一個 IMAX 嘅景觀畫像俾到你啦。咁呢度嘅尺寸空間咧，大概都係25到30個平方度啦，尺寸係已經係夠晒用㗎啦。咁呢邊咧就係一個3段式嘅乾濕分離嘅公共衛生間啦。咁呢種設計咧，對於我哋多人嘅家庭咧，咁就平時好方便，因為到咗早上晚上咁呢啲高峰期嘅時間咧，3段式嘅乾濕分離衛生間亦都係好重要嘅。咁我哋最後加一嘅房咧，係響邊度咧？係響入門口位嘅呢個房間。咁可能呢個房間咧稍為有少少細，咁但係對於做書房兒童房亦都係非常之 OK 嘅。咁其實裝修咧，我就覺得一般而家開發商嘅啲裝修亦都係差唔多。咁如果你話，我想而家揀下現時嘅4代宅咧，咁其實亦都係一個選擇之處。但係4代宅佢係樓花係騎樓，咁而家我哋呢度咧係一個啱啱交樓嘅次新樓，而且佢嘅戶型，我認為都唔算話好差。咁一個係你要再花更多嘅錢去等待，另外一個我花更少嘅錢可以直接入住到，而且能夠享受到呢個片區嘅一個生活。其實我覺得亦都係可以考慮嘅，係咪？4代宅有4代宅嘅優勢，3代宅亦都有佢3代宅嘅好處所以呢啲嘢就因人而異，冇講話一個概論就可以定到嘅，係咪？咁好啦，其實就我亦都講啦，係港人過嚟中山置業咧，並唔一定係只選擇一手樓。咁類似呢啲啱啱交樓嘅次新樓，亦都非常之具有性價比嘅，係咪？而家講緊嘅咧就係200萬，呢個單位就係200萬。咁當時期業主買翻過嚟係220-230萬嘅一個價錢，咁再加埋稅費其他物業維修基金噼里啪啦嘅呢啲咁嘅費用咧，咁可能去到240萬嘅一個總購買價。咁200萬我哋仲可以商談嘅同業主電梯16樓歡迎你翻嚟現場了解下。好，最後都係嗰句，中山買樓唔煩惱，記得一定揾阿豪，下期見。